歡迎收睇鳳凰衛視香港台美伊戰爭特別報導，我係林樂軒。中東局勢急劇惡化，美國同以色列向伊朗開戰，並殺死包括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內嘅領導層多人。伊朗已經開始軍事報復，局勢發展備受全球關注。我哋今日請嚟咗國際關係學者徐家健先生同大家分析局勢。徐生你好，你好，先嚟關注。美伊戰爭已經係嚟到咗第4日，伊朗國家電視台總部附近凌晨係再次傳出爆炸聲，以軍話摧毀咗伊朗嘅通訊中心。美國媒體之前報道話，美軍準備喺24小時內加大打擊力度，重點打擊伊朗嘅導彈生產、無人機同海軍能力。伊朗紅新月會琴日表示，伊朗有555人喺襲擊當中遇難，美軍就有6人死亡，18人受重傷。美國同以色列持續對伊朗發動空襲，首都德黑蘭多處傳出爆炸聲，有建築物冒起濃煙。德黑蘭西部馬爾茲德蘭區尋日遭到襲擊，爆炸聲接連響起，巨大嘅濃煙遮天蔽日。喺德黑蘭東部嘅第7區，空襲過後滿地碎石瓦礫，唔少民眾逃離家園。市區有警察局幾乎被夷為平地，當局派出推土機清理廢墟，多座商店同住宅大樓受損嚴重。伊朗國家電視台同周邊地區再度遭到美國同以色列空襲，位於附近嘅金地醫院未能幸免，醫院外牆破損，窗戶全部碎裂，醫院內部一片狼藉。以軍話摧毀咗伊朗嘅通訊中心，並將繼續打擊德黑蘭其他地區嘅基礎設施。伊朗西部庫爾德斯坦省嘅薩南達季，空襲發生嘅一刻冒出火光同滾滾濃煙。東南部阿曼灣沿岸港口城市賈斯克亦都遭到空襲。伊朗傳媒報導，當地一個漁業碼頭遭到美爾戰機打擊，100多艘漁船起火並嚴重損毀，1人受傷。美國中央司令部喺社交媒體發布片段，顯示美軍對伊朗軍事目標發動打擊。美方聲稱出動咗 B1 戰略轟炸機攻擊伊朗地面嘅彈道導彈同指揮控制中心。美國傳媒引述美國政府高層報導，美軍準備喺24小時內大幅加強打擊伊朗，重點針對伊朗嘅導彈生產、無人機同海軍能力。以軍表示，星期一投下超過250枚彈藥，對德黑蘭市中心幾十個政府組織機構進行打擊，亦都襲擊咗伊朗情報同國家安全部嘅分支機構，以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特種部隊聖城旅。鳳凰衛視綜合報導。伊朗戰事升級，首都德黑蘭有非軍事設施同建築受到波及。本台記者走訪當地一間專治燒傷嘅醫院，記錄戰爭留下嘅創傷。我們現在呢是來到了我們家附近的一家醫院，因為旁邊呢是2個軍事基地哨所，所以呢，他們昨天呢這個地方也被波及了。你看他們這個辦公大樓，全部都玻璃都震碎了。然後他們跟我們說，因為之前呢，在伊朗和以色列戰爭的時候，這個地方也被波及，因為這2個旁邊都是軍事要地，所以他們就提前把人都撤出去了。工作人員大概是360多人，病人呢是120人，那麼提前全部都轉移了。這塊是他們那個實驗室，就是那個專門放測驗血的地方啊，已經一塌糊塗了。這個醫院已經不能再用了。哦，你看看他們這個專門放儲存藥品的地方，你看，全部這個房頂已經炸得差不多了。اینا همه زیر میز بودن. رفته بودن زیر میز. یخچال پر داروه. پر دارو یخچالیه کلا یه جوری ما هم خوش موندیم. بهشون چه داروهاییه؟ دارو یخچالی انسولین چیز آی وی آی جی آلبومین. بیمارستان جدید داشتیم افتتاح می‌کردیم. خارج از چیز بود. این منطقه بود. دیگه فکر کنم بریم اونور. اینجا دیگه درست شدنی نیست با این خسارتی که وارد شده. ICU 是他们的 ICU 中心，就是已经面目全非了。 موج اول صحرایی هستم، یکی از پرسنل. موج اول انفجاری که شد من تو امها بودم، همون جایی که بهتون نشون دادم، داشتم لباس عوض میکردم.
موج ما رو پرت کرد بیرون. وقتی پرت شدیم بیرون گوشمون سوت کشید. اومدم مثل این بچه‌ها داشتم زار می‌زدم به خاطر بچه‌هایی که شهید نشده باشن. خیلی بد بود. واقعا جهنم رو به چشم خودمون دیدیم اینجا. می‌بینید که اوضاع خیلی بد بود. یعنی یه چی میگم یه چی میشه.随着这样的战争的持续的升级，更多无辜的人他们在死去，他们在受伤，他们在付出战争的代价。凤凰卫视里约郑凯姆森德黑蘭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針對伊朗嘅軍事行動會持續4到5個禮拜，唔排除會延長，若有必要可能會出動地面部隊。另外，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首次披露，美伊喺開戰前夕舉行嘅第2輪談判已經好明顯唔可能取得成果。特朗普喺白宮出席活動時，借機就美伊兩國對伊朗嘅軍事行動辯護。強調美方目標非常明確，目前以摧毀德黑蘭嘅導彈能力阻止對方獲得核武，並擊沉伊朗至少10艘艦艇。This was our last best chance to strike what we're doing right now and eliminate the intolerable threats posed by this sick and sinister regime, and they are indeed sick and sinister. 特朗普又預計美軍行動可能會延長。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we projected 4 to 5 weeks. But we have capability to go far longer than that. We'll do it. 佢較早前接受紐約郵報以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訪問，提到美軍仍未猛烈攻擊伊朗，巨浪好快就會嚟。佢又話，如果有必要，唔排除派遣地面部隊到伊朗，強調美軍行動正對伊朗造成重大破壞。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表示，美國對伊朗嘅行動唔會係一次性攻擊，仲會持續一段時間。國防部長克格塞斯亦都指，目前冇美軍地面部隊進入伊朗，但係唔排除未來部署嘅可能。另外，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表示，佢同特朗普嘅女婿庫什納前往日內瓦同伊朗談判，係想判斷對方是否認真考慮達成符合美方目標嘅協議。喺第2輪談判結束後，美國代表團已經斷定幾乎不可能達成協議，但仍決定進行第3輪談判，作為最後努力。而喺2月26日嘅第3輪談判中，美方曾提出俾伊朗喺10年內完全停止鈾濃縮，由美國支付燃料費用，但遭到伊朗拒絕。威特科夫表示，呢個說明伊朗嘅意圖係保留鈾濃縮能力，以便武器化。談判破裂後，美國決定對伊朗發動攻擊。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透露，喺聯合軍事行動開始前，美國就獲悉以色列計劃攻擊伊朗，屆時伊朗勢必回擊美國喺中東嘅軍事設施，因此美以軍方採取先發制人嘅聯合打擊，以避免出現更大傷亡。佢聲稱伊朗喺開戰前就已經啟動導彈部隊嘅發射程序，無疑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嘅威脅。In fact, within an hour of the initial attack on the leadership compound, the missile forces in the south and in the north, for that matter, had already been activated to launch. In fact, those had already been pre-positioned. The third is the assessment that was made that if we stood and waited for that attack to come first before we hit them, we would suffer much higher casualties. And so the president made the very wise decision. 魯比奧表示，儘管美方希望睇到伊朗政權更迭，但並非係呢次軍事行動嘅目標。美國呢次行動旨在摧毀伊朗短程彈道導彈能力，以及伊朗海軍所構成嘅威脅。至於是否實施地面行動嘅決定權，仍掌握在特朗普手中。美國副總統曼斯接受霍士新聞採訪時表示，美國有多種針對伊朗嘅軍事行動方案，強調美軍有能力長期作戰，但美國唔會重蹈伊拉克及阿富汗戰爭嘅覆轍。特朗普亦都絕不會允許美國陷入無休止且缺乏目標嘅長期衝突。鳳凰衛視綜合報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嘅聯合打擊將會迅速且果斷，絕對唔會成為無休止嘅戰爭。內塔尼亞胡接受美國霍士新聞專訪嘅時候多次表態，否認外界對戰爭長期化嘅擔憂。I said it could be quick and decisive. It may take some time, but it's not going to take years. It's not an endless war. In fact, it's an effort right now to achieve the peace that we all yearn and pray for. And I think together we'll achieve it. 佢為美國同以色列嘅聯合行動辯護，指伊朗舊年受到攻擊之後，
仍然喺度新建核設施同地下掩體，威脅美國、以色列同其他國家。So they started building new sites, new places, underground bunkers that would make their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and their atomic bomb programs immune within months. If no action was taken now, no action could be taken in the future. And then they could target America, they could blackmail America, they could threaten us and threaten everyone in between. So action had to be taken, and you needed a resolute president like Donald J. Trump to take that action. 佢仲表示，美伊兩國正共同為伊朗民眾創造條件，組建民選政府。又話呢次衝突有望成為以色列同沙特等地區國家之間實現和平嘅契機。鳳凰衛視綜合報導。以軍喺清晨係再度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以打擊真主黨指揮中心同武器儲存設施等嘅目標。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亦都證實喺黎巴嫩嘅軍事分支指揮官奧斯曼喺以軍嘅空襲當中身亡。跟住我哋同國際關係學者徐家健先生傾下啦，徐生。啱啱嘅新聞片當中見到，其實以軍已經係開始打擊真主黨啦。好似真主黨呢一類組織一直係被視為係伊朗嘅分支嘅機構啦。咁其實今次伊朗受到襲擊，對於好似真主黨咁嘅組織會有啲咩影響呢？我諗其實美國個目的係即係除咗佢口官方講個目的啦，一啲即係軍事嘅威脅啊、核武啊呢啲。咁其實如果個比較，我會覺得係你可以同2003年嘅時候，即係美國去打伊拉克嘅時候做一個類比嘅，即係垂直可以同2003年嘅伊拉克個類比，打橫比嘅可以比到委內瑞拉嗰個比較，咁都有值得比較嘅地方嘅。咁呢一個係吸取咗2003年打伊拉克個經驗咧，其實今次我哋睇開頭嘅攻擊嘅時候咧，就冇好似2003年嘅時候，即係小布殊嘅時候，大量嘅大規模嘅地面部隊就落去，然後就搞咗好耐，於是乎就搞到收唔到科啊，於是乎個結果係普遍覺得係失敗嘅。咁呢次佢嘅做法就係都幾針對性核武啊、導彈啊呢啲，相對係有啲把握去話有個威脅嘅，同埋即係以色列夾埋去攻擊嘅話，咁但係你去到最後係唔係為咗石油啊？係唔係即係要改變佢嘅政權？呢個就好緊要啦。因為想改變佢嘅政權嘅話，真主黨呢一啲嘅組織嘅話咧，如果你係純粹殺咗佢一個而家嗰個領袖嘅話咧，政治上嘅領袖嘅話咧，如果佢係即係始終有一啲咁嘅即係神權嘅組織去推佢下一個佢哋嘅代理人好，或者係同佢哋嘅諗法差唔多嘅人嘅話，咁都對於美國同埋以色列覺得成個核軍事行動嘅目的都未必係即係徹底可以執行得到嘅咯。啱啱你提到擔心話收唔到科呢件事啦，其實啱啱亦都頭條講到話美軍喺24小時之內會加大打擊力度，佢會唔會擔心話今次亦都係收唔住手咧？同埋佢覺得點樣嘅一個目標嘅達成先至會令佢同以色列去停止呢個軍事行動咧？我諗好睇，頭先我哋有提到，即係新聞嗰度有提到就係話係佢會考慮出動地面部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即係容易去分別嘅界線嚟嘅。如果純粹而家都係好多一啲唔同程度上地方嘅一啲轟炸，咁呢啲其實就唔係一啲即係有地面部隊落到去，然後要即係入侵佢哋呢一個做法嚟嘅。咁我諗呢一條界線，如果係仲係守得住之前去到佢宣稱即係達到佢哋嘅目的嘅話咧，咁就會容易收到科咯。如果唔係咧，去到地面部隊嘅時候，個損傷可以好大規模，好似以前即係03年打伊拉克咁樣，咁就會容易收唔到科啦。所以個關鍵就在於出唔出動地面部隊呢件事。嗱，講到其實2022年嘅時候，俄羅斯打烏克蘭，亦都係話好快會結束，但結果就打到今時今日，打咗4年有多啦。今次特朗普話4到5個星期，會唔會又變成咗4到5年咧？我估未必會嘅，因為佢而家4至5個星期呢個講法咧，你話而家係3月頭啦。咁因為始終我好多特朗普嘅政策或者佢講或者推動嘅嘢咧，大家都可以睇住個中期選舉就係11月啊嘛。咁你而家打話係1個月左右有機會延長，咁你而家去到延長之後再延長，去到接近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就會對佢共和黨嗰個選情，我諗會有幾負面影響咯。如果係拖到嗰個時候，咁所以我希望或者我都係即係覺得佢係會希望想速戰速決嘅。你覺得佢起碼喺中期選舉之前就一定會搞掂呢件事啦？係啊。好，唔該徐生。睇到先，下節翻嚟咧會關注下伊朗嘅反擊策略，轉頭見。
翻嚟新聞時間，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向美國同以色列發動真實承諾4行動嘅第12輪同第13輪攻擊，瞄準超過500個目標。美國駐沙特利雅得大使館係遭到無人機嘅襲擊，發生爆炸。位於沙特首都利雅得嘅美國大使館，當地星期2遭到無人機襲擊，發生爆炸之後起火，建築物部分受損。大使館當日凌晨發布安全警示，指已經對喺沙特嘅美國公民發布就地避難通知。美國駐沙特大使館遭襲之後，相關外交區再發生2次爆炸，該區設有多個外國使團。卡塔爾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美國駐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附近凌晨傳出幾次爆炸聲，畫面顯示導彈被攔截之後有物體從天而降。卡塔爾國防部星期1晚發聲明話，卡塔爾軍隊擊落咗2架嚟自伊朗嘅蘇24戰機，並攔截咗7枚彈道導彈同5架無人機。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再次受到襲擊，當地再發布全國緊急警報，提醒民眾遠離門窗。衛星圖像顯示，沙特最大嘅煉油廠塔魯拉各煉油廠星期1遭到伊朗無人機襲擊之後發生火災，煉油廠目前已經關閉。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公布第12輪真實承諾4行動嘅攻擊，共出動咗26架攻擊型無人機同5枚彈道導彈，攻擊咗位於科威特、阿聯酋、巴林以及霍爾木茲海峽嘅美軍固定同移動目標。伊朗武裝力量總參謀部發言人話，武裝力量正變得更加果斷，並已經準備好發動全面戰爭。伊朗革命衛隊話，至今襲擊咗超過500個同美國同以色列有關嘅軍事目標，發射咗700幾架無人機同幾百枚導彈，報復行動造成多地人員死傷。喺科威特傑克拉省，一架美軍 F-15E 打擊鷹戰鬥機星期1尾部起火墜落，疑似有2名飛行員彈射逃生。社交媒體亦都傳出疑似飛行員落地之後被圍觀同轉乘汽車離開嘅影片。伊朗軍方發言人話，伊朗已經擊落3架美軍戰機，但係美國中央司令部話，美軍墜毀嘅3架戰機係遭遇科威特友軍嘅誤擊，涉事6名美軍機組人員全部安全逃生。另外，伊朗對海上目標發動新一輪襲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話，為美國盟友服務嘅郵輪雅典娜諾瓦號喺霍爾木茲海峽遭到2架無人機襲擊之後起火。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顧問話，霍爾木茲海峽已經關閉，任何試圖通過嘅船隻都將成為攻擊目標。鳳凰衛視綜合報導。北約同英國宣布唔會參與美以對伊朗嘅軍事行動。西班牙政府表明拒絕美國使用西班牙嘅基地參與對伊朗嘅軍事打擊行動，而法國就加強喺海灣地區嘅軍事防禦部署，並支持受到伊朗襲擊嘅地區盟友。北約秘書長呂特話，美國同以色列嘅軍事行動削弱咗伊朗獲取核武器同彈道導彈能力，行動至關重要。但係北約唔會參與美以對伊朗嘅軍事行動。佢又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就伊朗局勢進行交談，雙方一致認為北約應該保持全方位安全戰略，並始終準備好應對任何威脅。埃爾多安喺首都安卡拉發表講話，向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致哀，並指責美以對伊朗嘅襲擊明顯違反咗國際法。埃爾多安強調，持續衝突將會對地區乃至全球帶嚟嚴重風險。西班牙政府表明拒絕美國使用西班牙嘅基地參與對伊朗嘅軍事打擊行動。據航班追蹤網站顯示，星期日起至少15架美國軍機已經從西班牙2處基地離開，其中部分飛機降落喺德國等地。喺法國總統馬克龍喺美以伊開戰之後召開第2次國防與安全會議，佢喺會上透露，喺伊朗針對阿布扎比港嘅無人機襲擊中，法國嘅一處軍事設施受損，法國將會加強喺海灣地區嘅軍事防禦部署。Dans ce contexte-là, notre priorité, je l'évoquais hier, c'est la sécurité de nos ressortissants, évidemment de nos emprises militaires, diplomatiques, des ressortissants qui vivent ou font séjour dans ces pays partenaires. Et je remercie. 英國首相斯塔默喺國會話，英國唔會參與美以對伊朗嘅進攻性打擊。Mr. Speaker, the United Kingdom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initial strikes on Iran by the US and Israel. That decision was deliberate. We believe that the best way forward for the region and for the world is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President Trump has expressed his disagreement with our decision no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initial strikes. But it is my duty to judge what is in Britain's national interest. 對於塞浦路斯嘅英國空軍基地遭到伊朗襲擊，斯坦默話英國並未允許美軍使用呢一個基地。佢重申英國同意美國使用英軍基地只限於打擊伊朗導彈陣地呢一個特定而且有限嘅防禦目的。鳳凰衛視綜合報導。美國同以色列向伊朗開戰，戰火正蔓延到鄰近嘅地區。喺北京，外交部對於戰事外溢表示關切。美国和以色列未经安理会授权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违反国际法。中方对战事外溢波及周边国家深表关切。中方认为，海湾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領土完整也應當得到充分的尊重。我們敦促各方停止軍事行動，防止戰火進一步蔓延。毛寧有提到，要維護霍爾木茲海峽航道安全，重申能源安全對世界經濟非常重要，各方都有責任確保能源供應穩定暢通，避免緊張事態升級，防止對全球經濟造成更大影響。繼續嚟同徐生傾下啦。徐生有分析話咧，其實伊朗今次冇尋求一個停火，反而係將打擊力度針對以色列嘅本土，甚至係其他地區嘅美軍基地，同埋針對以色列嘅打擊，好似同以往唔同，唔係話一次性射大量嘅導彈，而係好密集咁不斷咁去射導彈。你點睇咧？我諗呢個反應係即係話到俾全世界聽，特別係美國聽啦，即係佢唔係諗住同你求和啊，或者係傾啲乜嘢嘅，佢覺得你即係一下子咁樣，尤其是殺咗佢個嘅政治領袖。咁樣呢個做法係好唔合理，咁所以佢就唔同你傾啦。佢想還翻，即係好似你咁樣襲擊我嘅話，我又襲擊翻你哋咁樣咯。咁所以個方向係令到大家國際有啲擔心，就係話喂，係咪美國以色列佢哋有啲錯判？你諗住好短時間可以解決到，好似譬如話頭先我講打橫嗰個比較，好似同委內瑞拉比較咁樣嘅，係咪殺咗佢個領袖就可以即係好快就會有一個扶植到或一個相對同佢哋溝通到嘅領袖可以取代得到佢，然後就執行一啲美國想佢哋執行嘅一啲內部政策咧？今次喺伊朗個例子出嚟，發覺係唔係咁樣咯？佢好大力咁樣還擊，而嗰個還擊係會引起公眾即係其他國家嗰個關注啊，會可能慢慢會俾到壓力美國嗰邊，就話佢嗰個做法喺國際上係咪得到認受嘅咯？所以其實佢係想表明一個強硬嘅姿態去同埋唔單止打美國，啱啱你提到咗啦，佢亦都係打到呢個塞浦路斯嘅英軍基地，同埋阿聯酋嘅法軍基地。係咪想將戰火擴大到將更多歐盟嘅國家都拉埋過嚟咧？會啊，因為其實佢打唔到美國咁遠嘅，即係但係佢附近，即係佢覺得有美軍嘅地方，佢都可以去試一試。因為佢如果你越係唔還擊嘅話咧，可能佢會覺得佢只會繼續咁樣去轟炸。咁佢越係轟炸嘅話咧，佢啲導彈啊，成個系統嘅話咧，就只會係即係個狀況越嚟越不利咯。咁所以佢今次選擇咗迅速咁樣還擊咯。然後再睇下，即係美國會唔會個做法會改變啊？會唔會有啲國際嘅輿論啊，去即係撳一撳佢哋，等佢嘅做法係唔係即係得咁正當咁樣咯。咁點解要打埋英軍同埋法軍嘅基地咧？佢嗰啲都係覺得同一伙㗎啦。你都係同一伙嘅話，咁嗱頭先我哋睇到啦，即係唔同國家喺歐盟裏邊，即係包括英國咧，個發言嘅時候個取態有少少唔同嘅。嗱，大部分至少都係話想置身事外㗎啦，又或者講到話係如果你係即係摧毀一啲伊朗對全世界有威脅嘅一啲武器嘅話咧，咁佢哋都認為係有個道理嘅。咁但係你去到即係殺咗佢嘅領袖啊，又或者係有平民損傷嘅時候咧，咁好多國家歐洲嘅國家都係唔認同呢個做法嘅咯。咁所以大家嘅國家視乎同美國關係有幾親嘅話咧，個發言由比較克制到一啲係相對係負面嘅都有嘅咯。如果你比較翻03年嘅時候打伊拉克嘅話，其實都有呢個狀況嘅，就係有啲歐洲國家係即係好反對美國當年係入侵伊拉克嘅咯。咁即係我見到個類比都有一個狀況，就話係咪好似當年咁樣？如果俾多啲國際壓力美國嘅話，佢會唔會個做法會係可以調一調，唔係話去到要
扶植一個佢啱心水嘅一個領袖咁樣咯。咁講翻我哋國家，其實中醫有一個簽訂咗一個25年嘅一個協議嘅。咁對於有呢個協議在前嘅前提之下，中國今次嘅態度會唔會話未夠可以達到呢個協議？其實係咪應該更加強硬啲咧？其實發言嚟講係算做我覺得恰如其分㗎啦。咁但係你發言始終都係發言，到最後俾到咩壓力係美國咧？咁因為嚟緊會互訪㗎嘛，一早講咗。其實宣布咗互訪之後，首先就委內瑞拉，跟住就係伊朗，兩個狀況都係好影響中國嘅一啲利益嘅。委內瑞拉嗰度，中國有好多投資啊，投資咗之後，佢哋還錢俾中國啲借貸係用石油還嘅。咁而家佢已經控制咗委內瑞拉嗰個石油供應嘅時候，咁可能啲條件啊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樣講啦。咁呢個直接有經濟嘅一個受損嘅。咁今次伊朗又係，其實兩個國家差唔多有即係絕大部分嘅石油出口咧，都係供給俾中國嘅咯。咁所以係一個好實際嘅對影響到中國嘅一個經濟利益嘅咯。咁所以我諗嚟緊佢哋會互訪嘅時候，都會係一個議題係會擺上嚟。美國個做法可能就係用呢啲作為佢嘅籌碼，佢以為可以就威脅中國啊，或者係想爭取多少少啊嘅對佢嘅利益咁樣咯。咁中方會點睇咧？我估中方暫時而家由委內瑞拉到伊朗個反應咧，係講咗佢嘅態度係點樣，但係實際上有啲咩具體去做，令到美國會係讓翻一啲步啊嘅話，我諗真係要到互訪嘅時候，或者中間我哋睇唔到佢哋台底下自己點樣傾，先至會係有啲具體啲嘅嘢行，即係我哋見得到咯，會係。唔該，徐生。睇到先，下次翻嚟會繼續關注下呢一次戰爭對於全球宏觀經濟嘅影響。轉頭見。繼續新聞時間，美國前財政部長耶倫表示，美伊戰事令到聯儲局更加唔願意減息。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就話，如果戰事持續，美國嘅通脹情況將比預期更加嚴重。美國供應管理協會 ISM 公佈2月製造業指數52.4，比1月低0.2，係連續2個月高於50點嘅擴張水平。期內交付指數上升至55.1，由於製造業延長交付，導致投入成本上升，價格支付指數急升至70.5，係超過3年嚟最高。美國前財長耶倫喺一個公開場合表示，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將影響石油市場，並且對美國經濟同通脹帶嚟影響。
使到聯儲局嘅工作更加複雜。最近嘅伊朗局勢令聯儲局進一步按兵不動，更唔願意減息。耶倫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導致通脹率上升大約0.5個百分點，至目前嘅3%，比聯儲局嘅目標高出約1個百分點。如果霍爾木茲海峽關閉時間超過幾日，油價可能會維持喺高位或進一步上漲。聯儲局官員會擔心通脹永久性升高，並導致政策更難取捨。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就相信，全球網絡攻擊或恐怖襲擊報復行動將會增加，而當前嘅中東衝突等多方面嘅風險浮現，認為市場樂觀情緒高於應有嘅水平。佢預期目前嘅伊朗局勢只會略為推高汽油價格。如果持續時間唔長，就唔會造成嚴重嘅通脹衝擊。如果情況持續好長時間，就另作別論。而摩通最新嘅經濟分析指出，年初數據顯示企業正擺脱招聘同非科技資本支出停滯嘅狀態，但持續嘅美國貿易戰加上軍事衝突，可能重新燃點起對全球穩定嘅擔憂，企業資本投入嘅復甦面臨風險。鳳凰衛視綜合報導。中東緊張局勢持續，伊朗向各地發動反擊，中東嘅多個油氣設施採取預防性停產，避免受到戰火波及。受到無人機襲擊影響，卡塔爾星期一關閉咗拉斯拉凡嘅液化天然氣工廠，呢個係全球最大嘅液化天然氣出口基地，供應量約佔全球總量嘅2成。另有消息指，沙特國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旗下嘅煉油廠設施被2架無人機襲擊，引發小範圍嘅火災。煉油廠出於預防措施停產。以色列就要求美國能源公司雪佛龍暫時關閉位於以色列近海嘅大型氣田。雪佛龍嘅發言人表示，旗下嘅設施安全。而伊拉克嘅庫爾德地區多間公司出於預防措施，亦都停止咗油田嘅生產，目前未有損害報告。伊朗警告已經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據報有大約750艘嘅船隻係滯留喺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包括有大約100艘嘅貨櫃船。另外，多家嘅海事保險商宣布將取消喺海灣地區營運船隻嘅戰爭險。路透社報導，貨櫃航運公司海洋網聯船務首席執行官尼克松透露，喺美國同以色列打擊伊朗後，有大約750艘船隻滯留喺霍爾木茲海峽周邊，其中貨櫃船隊約有100艘，全球近10%嘅貨櫃船隊受到事件影響。尼克松警告，歐洲同亞洲嘅航運樞紐及主要港口將出現貨物積壓。霍爾木茲海峽為全球戰略要衝。通過呢度運輸嘅原油約佔全球石油運輸總量嘅1/5。作為全球液化天然氣前3大出口國之一，卡塔爾液化天然氣幾乎全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外運，佔全球供應份額約20%。英國衛報報導，總部位於英國、挪威、美國等國嘅多家主要海事保險商宣布，由3月5日起，伊朗水域以及海灣及鄰近水域嘅戰爭險將被取消。戰爭險通常為船東因戰爭同恐怖主義等行為而遭受嘅損失同損害提供賠付。另外，達信公司全球海事業務主管貝克預計，相關地區保險費率可能從被保險資產價值嘅0.25%上漲至0.5%或1%。鳳凰衛視綜合報導。伊朗反制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導致全球嘅大宗商品市場迎嚟咗劇烈波動。國際原油同天然氣價格係同步飆升，黃金等貴金屬因避險需求價格上漲。有分析認為，中東嘅衝突升級或將牽動中國能源供應同全球經濟。伊朗革命衛隊已經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警告對任何試圖通過海入嘅船隻實施火力打擊。呢條連接波斯灣同阿拉伯海嘅咽喉要道，承擔住全球約20%嘅原油同海運天然氣運輸，最窄處只有33公里。截至星期日，已經有至少150艘油輪喺海峽外拋錨觀望。如果通行持續受阻，最多可能波及每日約1500萬桶原油嘅運輸量。分析人士警告，最壞情況下，油價可能從上星期五每桶約67美元飆升至100美元以上。天然氣市場同步受到衝擊。卡塔爾宣布暫停液化天然氣生產，
因無人機擊中其關鍵設施。全球約20%嘅液化天然氣出口來自波斯灣，主要經霍爾木茲海峽外運。值得注意嘅係，有分析師指出，呢次軍事行動背後更大嘅戰略或許指向中國，因為如果伊朗出口受限，將推高中國能源安全成本，並為未來談判提供籌碼。鳳凰衛視駐紐約記者報導。徐生，我見到衝突爆發之後，國際嘅油價、金價都喺度急升，對於全球經濟嘅影響有幾咁大呢？我諗短期嚟講，其實我係同意耶倫嗰個分析。如果你個戰事係持續，只不過係短可能係2-3個禮拜嘅話咧，咁你上一上，其一個譬如油價最直接個影響啦，上咗唔夠2成，咁其實唔算誇張嘅，同埋佢而家個位都係唔係一個歷史高位，60零蚊咁樣樣，咁所以個直接嘅影響暫時唔係好大。咁但係你封鎖咗個海灣，即係嗰度霍爾木茲嗰度嘅時候咧，咁如果你長期超過1個月嘅話咧，咁就會係真係會對全球經濟有個即係比較重要嘅影響咯，我覺得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之後，全球有大約2成嘅石油都會行唔到，咁有啲咩替代方案呢？嗱，其實每個國家佢自己都有啲儲備嘅，通常會。咁首先就係儲備啦，咁另外就話佢個生產嘅都可以即係臨時去加快嘅生產，然後繞過第二啲路徑去輸送到去即係唔同嘅國家嘅咯。咁有少少替代方案嘅，但係任何替代方案都唔係完美嘅，亦都係個成本會係提高咗嘅。咁所以如果係數以月計咁樣喺嗰度係即係唔可以用得到嘅話咧，咁你話係即係上翻去100或者以上嘅話呢個油價咧，我覺得係有可能嘅咯。最關鍵係睇佢會封幾耐。係啦，因為你短時間嘅話，大家都有儲備可以頂住先。但係你去到個儲備用到778、8899嘅時候咧，咁如果仲係封咗嘅話咧，咁就要諗辦法，就會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大家繼續有呢個需求嘅話，就會加價咯。咁我預期係會封幾耐咧？會唔會話一定係等到打完先至解封，定係話有可能係先達成某啲協議先解封，跟住繼續打？而家我哋睇伊朗嗰個做法咧，佢其實用咗呢個封，其實佢因為封嗰個航道嘅話咧，其實係佢即係好似七傷拳咁樣，即係不但止係影響全世界嘅供應，其實佢自己嗰個都好大影響嘅。咁但係佢自己個輸出就主要係有90%以上係輸俾中國嘅，咁所以係佢自己嘅收入、佢自己嘅設施都會係受損啦。咁另外一方面，中國係即係會受幾大嘅影響啦。咁但係去到全世界嘅影響嘅話咧，就會去到我諗真係要過多幾個禮拜就會明顯啲睇到咯。都有啲分析覺得話，委內瑞拉、伊朗相繼遇襲，係美國為咗鞏固美元結算嘅體系，阻止人民幣行出去呢個趨勢。其實對於人民幣走出去會有一個幾大嘅影響咧？呢個反而我覺得個影響唔係最大。會直接影響到中國嘅話，就真係佢個能源個安全。因為呢兩個國家都係絕大部分90%或以上嘅石油都係輸俾中國嘅，而且佢哋相對嘅價格係傾到一個價格係相對比較低嘅，因為好多都係涉及佢前期可能中國借錢俾佢哋啊，又或者做啲投資啊咁樣，咁所以之後都係用一個比較優惠、低於市場嘅價格供俾中國嘅。咁呢一個時間至少呢幾個禮拜之內，如果係個供應係冇咗嘅話，咁咪變咗你要去滿足翻嗰個需求嘅話，咪喺個市場嗰度買翻相應嘅石油嚟到填補呢一個個空隙咯。咁呢個價錢會係高咗，咁所以係個成本會係加諸咗喺中國嗰度。咁所以頭先提到話對美國或者全球嗰個通脹係會係有個壓力嘅咯。好，唔該徐生。繼續關注下，美國據報話正為未來24小時大規模攻擊伊朗做準備。有專家認為，儘管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軍事行動嘅目標有調整空間，但最終仍然係想促成伊朗嘅政權更迭。美國、以色列採取聯合軍事行動的最高目標，或者是這次行動的這個努力爭取達到的終極目標，是更迭伊朗政權，改變伊朗制度。但是從近1-2天，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言論當中看呢，似乎又給自己在找退路。也就是說，在這個假如政權更迭的目標實現不了的情況下，那也要徹底拔除伊朗的對外軍事行動能力。那麼這個包括呢，那就是說，用特朗普的話來講，就是要消除伊朗對美國地區盟友和以色列的安全威脅，然後呢，不再去支持他的這個地區代理人，他就把它概括成是這樣。那麼這個是指，如果這次不能達成政權更迭的情況下才是這樣。所以呢，現在美國呢
加大这个军事打击力度啊，美以联合打击力度，实际上仍然是在朝着政權更迭嘅方向去做努力。最後一節，我哋會睇下戰爭對於本港同中東投資關係嘅影響。轉頭見。翻嚟新聞時間，針對近期嘅中東局勢動盪，造成金融市場波動。上個月履新嘅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董一嶽表示，香港穩定嘅金融環境可以成為投資者分散資產集中風險嘅首選地。新上任1個月嘅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董一嶽認為，中東今次地緣政治事件將金融安全一詞再重新定義，以往中東具優勢嘅傳統金融市場資金或者會分散到其他領域，而香港穩定嘅金融環境可以喺巨變之中把握機遇。大家會覺得係中東係好安全，但係往往咧我哋見得到喺嗰邊當有一啲嘅戰事嘅發生啊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嘅人係想去分散翻佢哋嗰個嘅 concentration risk 嚇。點解香港係作為一個一個黃金好適合去做交易啦同埋存放嘅地方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啲人生同埋一個金融安全嘅原因。除咗中東國家，政府近年積極開拓東盟國家市場。董一嶽啱啱上任冇幾耐，就到訪印尼了解過。佢哋嘅上市嘅制度，又或者佢哋嗰個成個交易所咧，未必係喺世界嚟講係一個最頂級嘅。喺一個保險嘅滲透度上面，其實香港係全球第2嘅一個經濟體。其實我哋係可以幫助得到一啲印尼啦，又或者佢哋整體嘅金融業嘅發展又好，又或者係一個保險業嘅一個發展都好啦，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嘅。董一嶽都透露，有中東主權基金俾出樂觀信號，計劃喺香港設立區域辦公室，認為香港嘅投資工具靈活性高，而且資金可以自由流通。鳳凰衛視記者林嘉樂報導。中東地區嘅衝突持續，有香港經濟學者分析，如果戰事持續，霍爾木茲海峽長期被封鎖，能源價格可能會持續上升，導致經濟倒退，但通脹上升嘅滯脹情況。如果你係睇翻嗰個戰爭未發生之前嗰1個月咧，其實係整體環球嗰個能源價格咧，平均咧都升咗，大約係10% 以上㗎啦，已經。市場會有啲憂慮嘅，會唔會係因為係嗰個能源價格上升而帶動翻嗰個通脹上升咧？咁樣會唔會係最壞情況去翻？譬如話70年代嘅1973啊，或者係78、79年啊2次嘅石油危機，導致到環球嗰個嘅滯脹出現咧？咁呢個咧係市場係關注㗎咯。莫瑞才有提到，今次嘅戰事對於香港嘅直接影響唔大，反而係間接影響比較大，包括能源危機會否出現，令到通脹上升，美國可能需要進一步加息以壓制通脹。而喺
聯繫匯率之下，香港唔能夠唔加息，可能會影響到本地經濟嘅增長步伐。麥萃才又話：中國已經投入大量嘅資源發展綠色能源，相信就算係石油運輸受阻，造成嘅影響亦都能夠得到舒緩。繼續嚟同麥生傾下啦。繼續同徐生傾下，係香港自從由治及興以來咧，係同中東嘅聯繫係越嚟越緊密嘅。咁今次嘅中東地區嘅衝突會唔會導致話香港對中東嘅投資，或者係中東對香港嘅投資有影響咧？我覺得係會一個機遇嚟嘅，因為其實過咗幾年，同中東香港好多朋友啊都知道佢哋係即係個緊密咗好多嘅。咁但係真係好有具體嘅發生一啲生意啊！我就未聽過一啲好多，但係大家了解需要長時間嘅，我覺得。咁去到某啲位有啲危機啊嘅時候咧，我諗佢哋就會中東嘅人就會的起心肝，就會知道真係投資嘅時候，究竟係咪即係佢嘅資產配置啊，係唔係即係分散少少，唔係擺晒喺中東。因為其實中東都有發展佢自己嗰個金融個市場。咁但係佢哋咁多錢嘅時候，又對將來個油價有佢嘅睇法嘅時候，我諗今次伊朗俾美國咁樣去襲擊嘅話，是但一邊可能佢維持翻好似以前嘅做法好，又或者佢做改變嘅做法都好，我諗對其他中東嗰個國家都係對之後個金融發展喺全球嘅佈局啊，都會有啲睇法，有新嘅睇法㗎咯會。另外望翻其實有大量嘅報道都話有好多嘅旅行嘅人士係滯留喺中東地區咯。咁今次嘅呢個衝突會唔會令到大家對於呢個地區嘅穩定性有更多嘅唔信任，影響佢嘅旅遊業咧？我諗短期一定會有嘅，咁但係長期會唔會嘅話咧，或者中期一個月之後點樣就好睇嚟緊嗰幾個禮拜嗰個發展係點樣咯。我相信，正如我第一節提到嘅話，我相信今次呢一個襲擊係唔會持續得太耐嘅，因為持續得太耐嘅話，真係對特朗普係一個唔着數嘅事嚟嘅。咁佢都希望盡快係逐漸捉決，就算係爭唔爭取到佢個終極個目標，就係要有一個即係政權嘅一個改變，係換一個佢啱心水同佢溝通到嘅領袖。呢個係最終以色列同埋美國嘅目標。咁但係做唔做得到咧？做唔做得到唔係純粹睇你炸到佢嗰啲設施就得嘅。其實你係要兩手準備，不但止係要有攻擊威嚇到佢，你都要幫手扶植得到佢有冇個人選係同你溝通得到嘅，聽你話嘅，然後又有認受性喺伊朗當地會係即係可以做得到、說服得到大家去成為佢新嘅領袖咯。比如話巴列維嘅後人。唔係好樂觀我呢一個，因為太過隔得太耐，我諗佢哋個認受性啊，又或者係佢哋而家呢一刻做到啲乜嘢啊，其實唔係好明顯嘅，係。所以其實而家都仲未有一個話合適嘅人選可以上。係啦，呢個我諗係最大美國同埋以色列最重要解決嘅問題咯。好，唔該徐生。繼續嚟關注戰事升級之下，有多國嘅公民係陸續係撤離伊朗。咁當中，伊朗華聯會組織嘅最後一批中國公民撤出德黑蘭，經陸路進入阿塞拜疆。喺伊朗華聯會籌劃下，最後一批中國公民離開伊朗到阿塞拜疆，成個撤離過程長達10幾個鐘。這2天從戰爭爆發開始，心情特別緊張，然後聽到第一聲爆炸的時候，我就覺得完了，我還身在伊朗，心想着還不知道能不能回國。然後後面聯繫了他們這邊外面的這個協會、中國大使館的幫助，然後讓我們能夠回到中國，非常開心。然後感謝各位就中國人士在這裡的大力幫助，感謝。中國外交部同駐伊朗使館已經多次發布提醒，強調當前伊朗安全形勢極為嚴峻，呼籲喺伊朗嘅中國公民盡快撤離，期間做好安全防範，切勿前往人流密集或敏感場所。中國駐伊朗大使館駐阿巴斯總領館正常開展工作。好，一路平安啊！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啊！有國旗是不是安全一點？很安全。好。一切有點回頭了。這是華聯會組織的最新一批的華人的撤離人員，很多人說他們不捨，但是現在看到局勢很緊張，也不得不先暫時離開。後續呢，還有陸續的華人也會想辦法離開這裡，只希望這裡大家都能平安。來自19個國家嘅公民從伊朗撤離至阿塞拜疆，喺南部嘅阿斯塔拉口岸，好多人帶住大件行李入境，其中包括細路仔同寵物。美國駐約旦大使館透露，所有職員已經撤離，警方已經封鎖使館附近道路，並敦促居民避免外出。
美國國務院敦促國民利用商業航班等渠道離開有嚴重安全風險嘅中東地區。鳳凰衛視駐德黑蘭記者報導。受到中東局勢影響，中東多地嘅機場關閉，截至上晝11點鐘，機管局有14班航班取消。另外，中環遊有2個團，大約20人喺迪拜，預計未能按照原定計劃返港，需要滯留當地。中東戰事持續，中東多地機場近乎關閉。中環遊常務董事袁振寧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嘅時候話，目前有2團約20人喺迪拜，當地尋日宣布今日起可以恢復外出觀光，團友今日可以無需留喺酒店繼續觀光行程。而2團原定喺聽日同後日返港，暫時未知要滯留到幾時。中東就吃力啲嘅，因為幾個比較近嘅機場都係即係大部分係封閉緊啦。雖然我哋都收到機場嘅訊息話可能會維持到一啲少量嘅航班。咁所以喺中東其實旅客可能個滯留個機會會大啲啦，係啦。咁你最近向東邊去到印度啦，咁你再西邊去到土耳其真係太遠啦咁。至於滯留旅客嘅酒店費用又點樣解決呢？袁振寧話：阿布扎比文化和旅遊局日前已經要求為受局勢影響而無法離境嘅旅客延長住宿安排，相關費用由政府承擔。相信迪拜有關部門會跟隨有關政策。目前中環遊已經取消所有中東團到今個月10號，亦有為今個月剩低日子同4月復活節旅行團嘅團友更改地點。至於之後嘅旅行團，旅行社會根據情況再作安排。鳳凰衛視記者林嘉敏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就中東局勢分別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阿曼外交大臣以及法國外長通電話。王毅話支持伊朗捍衛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同民族尊嚴，又敦促美伊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避免戰事擴大蔓延至整個中東地區。阿拉格齊同王毅通電話時話，美國第2次喺伊美談判期間對伊朗發動戰爭，違反所有嘅國際法，踩踏伊方嘅紅線，伊方別無選擇，必須全力自衛。希望中方繼續為避免地區緊張局勢升級發揮積極作用。王毅話支持伊朗捍衛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同埋民族尊嚴，支持伊方維護自身正當合法權益。王毅話中方已經敦促美伊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避免緊張事態進一步升級，防止戰事擴大蔓延至整個中東地區。相信伊朗喺當前嚴峻複雜局面之下，能夠保持國家社會穩定，重視鄰國合理關切，維護在伊中國公民同埋機構嘅安全。另外，王毅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通電話。王毅話：阿曼為推動伊美談判積極斡旋，為維護地區和平付出大量努力，中方表示讚賞。喺伊美談判取得進展嘅背景下，美伊蓄意挑起對伊朗嘅戰爭，明顯違背聯合國憲章宗旨同埋原則。中方認為當務之急係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防止戰火進一步外溢，避免局勢滑向無可挽回嘅地步。中方敦促各方為此作出共同努力，支持阿曼不改初衷，繼續開展促和工作。巴德爾期待中方發揮重要作用，亞方將會全力維護在亞中國公民同埋機構嘅安全。王毅又同法國外長巴羅通電話，巴羅強調法中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維護國際和平同埋安全負有特殊責任。各方當前要共同推動局勢降級，通過談判解決伊朗核等問題。中方同伊朗同埋海灣地區國家都保持良好關係，期待同中方一道為推動地區局勢緩和降溫發揮積極作用。王毅就強調，國際社會對任何違反國際法嘅行為都應該抵制，唔能夠搞雙重標準，大國唔能夠憑藉軍事優勢任意攻擊他國。世界唔能夠退回到叢林法則。鳳凰衛視綜合報導。再次多謝徐生今日帶嚟嘅分析點評。美伊戰事嚟到第4日，依然係曙光未現。稍後嘅全球新聞報導，我哋會繼續為大家跟進最新嘅局勢發展。更多鳳凰衛視嘅最新資訊，請下載鳳凰秀應用程式瀏覽。再會。